家嘛足辛苦诶吼，啊，感谢因较重视观音菩萨，而且迄个今年风景地万千吼，大家拢身体健康，吼，即嘛以后来多多经书，大家拢身体健康，大家拢大赚钱，做生意诶人大赚钱，食头路诶人先大官吼。而且今仔日即嘛是10月22，什么时啊？7点到9点一个时吼，哦，而且9点到11点一个时。林前海观音亭的这个义工，大家拢足认真，做足守法，种种种，这大家都足有度量的吼，大家拢当身体健康，而且家己拢感恩，多谢讲比如像进步到安尼，感谢再感谢那个，这个咱个最快乐的这个咱个义工，就是比较好啦，把义工感谢随后义工帮忙林海观音亭观音菩萨，这个观景位会当来大发展，互大家拢身体健康大家拢好在，真感谢拜拜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